一直困擾我，令到我睡眠質素差。原來係因為我背痛問題。平時去睇中醫，中醫師第一句就係問我食得好唔好，瞓得好唔好。成日瞓喺度睇電腦，或者瞓喺度姿勢不良，搞到個下背長期都好痛啊。之前將舊床褥唔夠硬，瞓覺會扎醒，瞓得真係好差。而瞓得好唔好呢，有一張舒服同埋夠承托力嘅床，真係好重要。近排認識到 Ecosa 呢一個澳洲牌子，係香港第一間賣盒裝壓縮床褥，佢哋有款針對背痛人士嘅雙面硬床褥。本身我都真係諗住試一試。點知佢真係完全解決咗我背痛嘅問題。床褥到咗屋企幾時拆都得。今次我揀咗呢隻 True Firm 硬身承托床褥，針對香港人頸啊背腰痛問題而設，好適合中意打側瞓嘅我。再加埋 True Firm 呢一款係雙面設計，市面上係比較少見。如果你瞓下想要軟啲硬啲，你就可以反轉張床。亦都用咗5區人體工學設計，可以支撐住成條脊椎，仲有7段式唔同軟硬度嘅平衡支撐點，承托住膊頭同 pat pat 嘅力。所以你瞓起上嚟每一個身體部位都感受到唔同軟硬度嘅平衡支撐點。喺度瞓喺度挨喺度點都做到全方位嘅釋壓效果。重點係有圓頭吸震設計，點瞓點碌都唔會影響到隔籬嗰個。要瞓得好，當然要配合一個好嘅枕頭啦。呢個就係 Ecosa Loft 枕頭，超軟熟、超蓬鬆，再配合埋竹纖維床單枕頭袋，抗敏、透氣、吸濕，適合敏感肌同埋易出汗嘅人。有9隻色可以揀，呢個試質真係舒服到我每一朝都唔想起身啦。By the way, Ecosa 係有100日嘅試瞓保證，如果你瞓得唔滿意，係會有專人上門幫你收翻走張床褥，全額退款。不過我諗你應該都唔會瞓得唔滿意。最快第2日就送貨，仲要係免費添㗎，有15年嘅保養，全球有10萬5星好評，快啲去官網落單啊！